恁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因为伊的慈爱永永直直。耶和华所救赎的，着讲这话，就是伊对着手中所救赎的，对逐个、对东、对西、对南、对北所注记的，拢得着安尼讲。伊若有智慧的人，要关心遮个代志，也要少年耶和华的慈爱。请来用信息第194首，开我目睭，互我看见。信息第194首，开我目睭，互我看见。开我目睭，互我看见。你所启示圣经真理，伫我手中有奇妙所示，伊会拍开主神之意。当我点睛地听候你，我心偏偏爱你指示。开我目睭，互我看见。至圣的神，请三甲起立来用全手。请坐下来读许多圣经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头胎，伫在师玛利亚出世，伫了的忍耐受苦，顶世界死埋葬罗因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伫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信国共同的教会，信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高活，永远活命。阿们。请坐。启应文第50篇，记载伫旧约圣经的1093页。1093页，现着请三甲来交托。上主安尼讲：我靠人，我靠袂死的人的快乐。因踮伫旷野孤大的所在，因为亲像风暴微微大丛的树。总是信靠上主，全心倚靠伊的。伊亲像
树栽伫水边，烟粒到也无惊。抗旱的年，拢无挂炉。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满心感谢你，因为你的保守看顾，互阮无惊吓。每一工拢有你的带领，互阮出入一切平安。阮也要继续为着疫情来祈祷，恳求你，互疫情得到控制，也为着第一线的医护人员身体健康，赐因智慧。阮也恳求主大能的双手，为着集体大道。教会兄弟姊妹拢交伫你的手中，牧师甲长子的家庭，透过牧师的正道分享，结出美好的福音伫每一个人的心上。无论身体也是病痛，无法度来到教会的兄弟姊妹，面对病痛的时阵，会当靠主的双手赶紧好起来。为着今仔日的礼拜服侍的人工来祈祷，求主互阮公主的话语，拢得到祝福，灵命增长，搁较有心满满的恩典。阮也要同齐用你教示阮的祈祷文来祈祷讲：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成，你地伫哩，亲像伫天哩。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我的过去，亲像阮也有赦免过去的人。无天带阮伫试，着叫阮太邪歹的。因为国、观音、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保证。阿免。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恳求你听阮求，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听阮恳求的声。赞美。这是要请圣歌队来赞美，诗歌是归乎耶和华。
圣经记载伫旧约但以理书第1章第10到第21节。旧约部分第974页。现着请听我来读。犹大王约雅敬在位伫第3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为来攻击伊。主因犹大王约雅敬甲上帝厝内器具的一份交伫伊的手，伊将因带到示拿的地，离伊的上帝的厝，遐的器具下伫伊的上帝的库房内。王吩咐太监长阿西比纳，就对以色列王亲甲贵族的中间带几若人来，就是少年无瑕疵、面貌水、有长命知识、通达大样的下文，明白机智，到也通军队主王宫的，就教示因家己敌人的文学甲言语。王就分派将王所食的好米甲所啉的酒，为互因一份，培养因3年久，然后互因伫军队伫王的面前。因中间有犹大王族的人，但以理、哈纳尼亚、米沙利、阿撒利亚。太监长甲因号名，称但以理做伯提沙撒，称哈纳尼亚做沙迪拉，称米沙利做米撒，称阿撒尼亚做阿比尼哥。总是但以理立志无要因王的好米甲因所啉的酒拍拉散家己，所以求太监长容允因免伫拍拉散家己。上帝互但以理伫太监长的面前得到允许怜悯。太监长甲但以理讲：我行为我的主，我的王，伊已经分派恁的邻舍，太通互因看见恁的面貌，确似恁当年的少年人啊。那安尼就互我头壳二弟保全伫王的面前。太监长有派一个降互者管理但以理、哈纳尼亚、米沙利、阿撒尼亚。但以理对伊讲：求你试看你遮的萝卜十二久，互阮食菜啉水，然后你通看见阮的面貌，甲遐个食王的好米的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所看见的款待遮的萝卜。遮个事伊有允准因，试因十二久，十二后看见因的面貌比遐个食王的好米的少年人搁较水较泡。对安尼，刚好就摕去所互因的好米、所啉的酒，互因食菜。这些个少年人，上帝互因伫大样的文理、学问、聪明、知识，但以理搁明白大样的异常甲望见的条头。王所定着带因入去的日已经到，太监长就带因入去到尼布甲尼撒的面前。王甲因讲话，伫因众人的中间，看无一个话比伫但以理、哈纳尼亚、米沙利、阿撒尼亚，所以因得着徛伫王的面前。王既有所问因的事，就在因的面前长命比通过的朴素，甲术士赢过10倍。但以理到鼓励王元年犹原伫地。进度今仔日要请先生进度的题目是黑暗中的信靠，黑暗中的信靠。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的题目是黑暗中的信靠，但是今仔日毋是要讲咱的人生拄着啥物困难的代志，互咱伫伫黑暗中间，毋是要讲即款黑暗，因为即款的黑暗是咱看会到的，是咱感觉会到的。咱判断咱伫一个死荫的山谷内底。想要有一天会当出来，今仔日毋是要讲即款黑暗，今仔日要讲的黑暗，是你可能毋知影这是黑暗，你无感觉到你家己住伫咧黑暗中间，完全无感觉。若是安尼，诚做基督徒的咱，
要安怎知影咱即马是毋是伫黑暗中间的？若是即款黑暗是足歹感觉到的，要安怎才知影咧？开始我请教大家一个问题：你即马是住伫咧上帝国，还是住伫咧中华民国？即个问题，毋是讲咱的肉体是伫咧上帝国还是中华民国，是指咱的心伫上帝国内底也无。有人想到上帝国这三个字，会想讲迄是未来的代志，迄是我过身了后我会去上帝国。但是圣经讲毋是安尼。法利赛人甲耶稣问讲上帝国啥物时阵会来？耶稣应讲上帝国的来临毋是人看会出来，嘛无人会当讲你看伫遐，还是你看伫遮，因为上帝国是伫恁的中间。为耶稣的反应，咱会当看到上帝国毋是未来的代志，是现在，是即马，是即马的代志，就是甲咱平常时的生活有关系的代志。因为上帝国是伫咱的中间。拄则咱有读主祷文，讲愿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所以上帝国是伫即马都会当出现啊！咱若诚做基督徒，咱拢诚毋茫讲上帝国即马都伫遮，啊，咱每一个人拢伫咧上帝国的内底。上帝国内底咧是安怎咧？内底是虽然看起来是一个社会，是一个足正常的社会，但即个社会会当实行上帝的旨意，伊的旨意伫即个社会会当来实现，敢若伫天顶是共款的。所以人讲，遐个接纳伊的，就是信伊的人，伊使因有权利，成做上帝的囝儿。这是约翰福音第1章讲的。那你若是愿意接受主耶稣，会当信靠主耶稣，咱都有权利成做上帝的囝儿。那安尼，伫即马即个时代，伫上帝国内底，咱的国王就是上帝嘛。啊，咱呢，就是上帝国内底的子民，每一个人拢是。对咱顶头生了后，每一个人拢是上帝国内底的子民。咱做伙来看即段圣经，咱做伙来读好无？来，恁是受拣选的种族，王家的祭司，圣洁的国度，上帝的子民，要互恁通宣扬上帝伟大的作为。这位上帝有调恁出黑暗，来入伫伊灿烂的光明。出黑暗，来入伫伊灿烂的光明。所以，这个黑暗在上帝国内底是无的。伫上帝国内底，就是敢若上帝灿烂的光明。每一个伫上帝国内底做上帝子民的人，拢是出黑暗的人。所以每一个基督徒会当出黑暗，入去上帝国，应该是每一个基督徒的愿望，对无？但是咧，毋是每一个来到教会的兄弟姊妹，拢是一直住伫咧上帝国的内底。毋是一直住伫上帝国的内底。我拄仔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的心即马是住伫咧上帝国，还是住伫中华民国？可能你甲我有共款的困扰，就是时常我无确定讲我即马到底是咧上帝国内底，还是无？毋知你甲我有共款的困扰无？还是你有当时会出国去佚佗，为上帝国走去世界去佚佗，去开会啦，安尼讲啦，讲开会啦吼。但是实在咧是去佚佗。啊，佚佗到有当时袂记你转来去上帝国，袂记转来。为虾米会袂记
为虾米会袂记转来咧？因为你无想要转来啊，你伫罪恶的中间做快乐的。咱莫讲啊，罪恶中间哪有可能快乐？但是我家己足清楚的，有时阵我算甲无要转来，因为迄是黑暗中的快乐。啊是有时阵你是拄着代志的时阵，你就走去世界；啊无代志的时阵呢，就伫上帝国内底。所以你逐摆拄着代志，拢是用世界的价值观来处理，毋是用上帝的价值观来处理。啊无代志就伫上帝国，有代志就走去世界。啊是你可能你是想讲我是不得已的，我周围的人拢是用世界的价值观来处理代志，我无可能家己一个人用上帝的做法来做啊，迄是无可能的代志，我是不得已的，对无？啊，若是你足久拢住伫咧世界，可能你心内想的，啊喙讲的，手所做的，拢变做世界的方法。上尾啊，人安怎知影你以前住伫上帝国咧？要安怎知影你以前有住过上帝国咧？就是你会当甲别人讲啊，我自细汉就伫教会大汉的啦，但是我即摆无去教会。有诶来教会了后，嘛无一定伫上帝国内底哦。我有做礼拜，有奉献。阁有事工，但是我每一项代志拢是用世界的方法在处理，拢毋是用上帝的方法在处理。毋知影大家是毋是甲我有同款的问题？今仔日的经文甲咱讲，上帝互巴比伦国来破坏这个犹大，咱拢知影。上帝已经甲以色列人有立约，但是你有遵守律法，我就看顾因，来祝福以色列人。你若无遵守咧，我就爱用别个国家来管教以色列。所以犹太人听到耶和华上帝的话了后，敢有听话咧？咱拢知影无嘛？以色列人就去拜外口的外国的神，因的国王、因的先知、因的所有的祭司，拢带所有的以色列人做伙来拜拜。所以上尾啊，上帝就互巴比伦国来管教犹大。这个时阵，犹大灭亡了后咧，以色列人有一寡人去掠去。这是什么款的人咧？就是年轻，无年轻啊，阁水，阁会当有各项的学问、智慧甲聪明，会当伫王的头前来侍候的。歹势，咱会当转去上尾啊！我的 PowerPoint 后部上尾啊半边拢是台语的，即马是华语的。我有准备两个 PowerPoint， 所以我请咱的同工会当甲我转去后壁的。敢有法度？所以遮个人就是身躯健全、英俊，阁博学、有智慧、通达事理，通来王宫侍候的。所以犹大也是耶路撒冷，去互人拍败了后，你可能以为就是外邦的神较厉害啊，咱以色列的神可能较无厉害。所以叫人拍败，以色列人应该是安尼想，但是因袂记得伊家己做过啥物代志。
若是咱是以色列人，去互掠去的以色列人，咱会安怎面对即个状况呢？你已经去互人掠去啊哦，你的国家已经无啊。安尼以色列人若是咱阁会当相信上帝即马也是伫掌权嘛？咱会当继续相信嘛？因为咱目睭看到的，就是咱的国家已经无去啊，咱已经去互人掠去巴比伦啊。所以遮个有各样的学问，然后有知识、有聪明、有智慧、通达事理的以色列人，请问大家吼，这是倒一款的智慧？拄则我有讲，大部分的以色列人，迄个时阵拢已经败坏啊，所以上帝互巴比伦国来管教因。所以遮个知识、遮个智慧，应该毋是上帝的智慧。遮个看起来巧的人，应该毋是上帝来的智慧，应该是啥物款的智慧咧？是世界的智慧，是世间的智慧。大部分拢是世间的智慧，敢若少一寡人，抑阁有上帝，甲因伊抑阁信靠上帝。即个巴比伦王嘛是做趣味的吼。伊咧敬人的时阵啊，毋是咧敬伊安怎敬？看外表对无？吼，有英俊，有水，还有有知识，阁有学问的，才敬来遮。吼啊，即款遮尔好的人，囥伫我边啊，安尼毋着，安尼会当显出我的安怎？我的伟大啊！你看遮尔巧的人，拢是伫侍候我的，所以即个人，就是用世间的智慧在处理代志，因为安尼是虚假的，是做浮华的，做虚华的啊。巴比伦王刚知影遮个看起来足聪明的以色列人，伊的聪明是对倒位来？伊毋知，伊毋知。所以伫但以理书今仔日第一章，咱看见万能的上帝，大能的上帝，伫但以理书的第一章来显出，即个世界有权力的人，看起来有智慧的人，伊伫上帝的面前是见效的。伊甲上帝的智慧来比，伊是见效的。咱会当较粗鲁来讲啊，上帝甲伊洗面啊。伫但以理书即本册内底，上帝甲巴比伦王也是其他的王洗面，因为恁的智慧甲我袂通比的。我倒来看即群以色列人，拢是足巧的人，对无？啊，拄则有问大家讲啊，若是咱是即群以色列人，咱要安怎处理咧？是毋是想讲啊，我即马就去互人掠去，啊，就来安怎？有一个台语毋知是毋是安尼讲哦，就讲上山看山势，入门看人意。哦，就是讲啊，你都去人兜啊，对无？就顺人的意啊。哦，我都来巴比伦啊，我都转去啊，我都顺人的意嘛。啊，我若乖乖，哦，啊，我阁巧，是毋是要做一个官嘛无足困难的，对无？吼，我阁会当得到钱，得到财富，得到地位，安尼毋是真好？因为我的以色列国已经无啊，对无？但是咱嘛是安尼来竞选咱的处理代志的方法吧？咱敢会安尼？可能会哦，因为咱拢足有世界的智慧。咱平常时可能都甲我共款，吼，都用世界的智慧在处理代志。来看遮，伫旧约内底，咱拢知影讲以色列人已经大部分拢无对耶和华，嘛无遵守伊的诫命，所以足少的人是军对耶和华的人。那遮的人是得胜的人，安怎讲呢？伫
伫圣经内底有讲，伫启示录内底有讲，主互7个教会的信息内底有讲到一件代志，就是7个教会内底，毋是每一个人拢是得胜的人，毋是每一个人，是少部分的人是得胜的人。伫今仔日的但以理书内底，你嘛有看到，足少部分的人是得胜的人，是倚靠上帝的人，大部分的拢是安怎？拢是已经顺巴比伦的意的人。但是耶和华甲遮尔啊少的人放伫巴比伦，是为着什么呢？就是要荣耀伊家己的名。拄则有讲啊，荣耀家己的名，啊巴比伦王洗面，互因知影讲世界的智慧无通啊，甲上帝的智慧来比。所以咱若是一个改变世界的人，就是甲但以理是共款的。咱叫人掠去，人叫咱爱学足侪项的知识甲学问，甚至阁甲我改名，对无？遮个代志无要紧，我拢会当忍受，因为我知影我是一个改变世界的人，我是一个要使用世界、享受上帝的人。但是其他的以色列人呢，是第一抓迄个，伊是效法世界的人，伊是使用上帝、享受世界。拄则有甲大家讲，我若是乖乖，我若是听人的话，我就会当享受荣华富贵，毋是真好。但以理恁死的是安怎？为什物要安尼？就是创这创迄，你国家都无啊！咱的上帝就是已经死啊，对无？所以但以理因死的人，毋是干那靠巴比伦人，也是巴比伦王来因想要来改变这死的人，连因的同胞拢想要改变因。所以因的压力是非常非常的大。听到这，咱就想到咱家己。有时阵，咱的压力毋是干对外口的人来，有时阵连咱边仔的基督徒拢甲咱讲啊，你甲安尼做，你爱安尼做，你爱安尼做，你爱安尼做，安尼才对。但是时常遐的建议、遐的智慧、遐的聪明，是为世界来的，毋是为上帝来的。咱知影巴比伦伫迄个时阵是世界哦上好的一个城市，上进步的城市就是巴比伦，比耶路撒冷还佫进步足多。因为巴比伦人因做到什物款的代志咧？就是科学、建筑、数学、甲军事。所以，若是你想象一个状况哦，就是你叫人掠去巴比伦的时阵，伫伊的城门口，你的面是足忧愁的吗？可能你以为遮的以色列人拢足忧愁的，对无？因为因叫人掠来，哪有可能欢欢喜喜要入去咧？但是你想看觅，当因看到巴比伦遮，哇！这城门遮大、遮水，内底建筑物遮尔啊水、遮尔啊伟大，迄咱耶路撒冷无即款物件咧。哦，逐项物件拢足进步的呢。安尼你敢会忧愁入去巴比伦，还是足惊？毋是惊吓哦，是足欢喜入去巴比伦。哇！我以后要做即个国家的子民啊呢，是毋是足欢喜的？即个时阵，因进入咧王宫内底接受安尼洗脑。
因可能嘛想讲，这是一个足好诶代志，因为我会当变做巴比伦人。但是其实上帝是放即件代志，互遮以色列人是一个考试啊。当恁看到遮诶物件诶时阵，像咱看到哇，遮进步诶世界，遮进步诶国家，若是要请我去遐大，搁互我会当做一个头路是地位足悬诶，但是有一个条件啦，就是爱对因安怎做，我就爱安怎做啦。你要信诶上帝，你袂当信哦。但是你来我遮，你买啥物物件拢有啦。阮是世界上进步诶国家，上强诶国家。安尼你要去无？有钱、有势、有权，啥物拢有，都是无上帝。你敢要去？所以巴比伦王甲遮个人洗脑，但以理知影讲，我洗脑是有一个程度啦，洗到倒位都袂当，互你搁洗落去啊。啥物程度咧？就是但以理决定讲，你的科学、你的军事、你的文化好，我拢学，因为我知影你咧想啥，我才会当安怎？我才会当知影要安怎甲你讲话，安怎甲你处理代志，安怎拒绝你的要求，你啥物物件我拢学。伫圣经内底，毋是但以理安尼做尔。摩西伫出埃及记，咱知影讲摩西毋是一个看样的人安尼尔，伊以前是啥物？是王子对无？所以摩西伊有学着足多埃及的学问，伊是一个充满知识的人。伊是一个足敖的人，但是后来去看样。所以摩西转来去埃及的时阵，才有法度伫咧埃及甲人讲话，因为我知影恁咧想啥。使徒保罗，伊毋是一个犹太人尔，伊阁足了解希腊、罗马的文化，遐个文学。遐个经典，伊拢知影，伊拢有听过，拢有读过。所以伫圣经内底，伊讲出来的话，有时阵呢，是罗马还是希腊的文学的话哦，伫圣经内底。因为安尼，伊要甲遮个人传耶稣的时阵，伊知影因需要啥，伊知影安怎讲，因才会听。所以你看摩西、甲保罗、甲但以理，因是使用世界，但是伊的心呢是上帝，伊是享受上帝。有一个文学家安尼讲吼，当你看到足侪文化的时阵，你会当去了解遮个无共款的文化，但是你爱知影啥物是好的，啥物是歹的。若是你拢无去了解，你哪有可能知影啥物是好，啥物是歹呢？像咱伫咧药房，迄药剂师，因咧学迄个药仔的学问的时阵，伊拢知影啥物药仔是好的，啥物药仔是毒药。因爱学过，因才知，讲这袂当去误着，对无？所以咱会当使用世界来享受上帝。咱毋是甲世界隔离，讲世界所有的物件我拢无要学，我拢无要听，我拢无要知影。但是圣经甲咱讲，咱会当学遮个人，才会学但以理、学保罗、学摩西来使用世界。但以理因4个人叫人改名，咱拢知影吼，拄则有读。遮我用较无明显的色水来看
看迄个伊叫改名了后的名甲意义，就是讲我较无介意迄改了后的名啦。吼，但是你会当看伊原来的意义，甲伊改了后，叫人改名，你无法度控制着无？啊，别人都叫你新的名，连伊的同胞拢叫伊新的名，哦，大家拢是新的名，但是敢若名叫人改，伊心敢有法度叫人改？因接受遮个巴比伦的遮个文化、遮个学问、遮个知识了后，有一天啊，我咧摇啊，但以理敢是即群人上巧的人，后来上巧对无？但是拄啊开始的时阵咧，但以理甲伊的三个朋友，敢是拄啊开始的时阵，就是即群人上巧的吗？我咧摇啊，历史圣经一定会写，自头就写哦。但以理是即群人中间上有学问、上有智慧的人，圣经敢有安尼写？无。所以但以理因死的可能毋是即群人上厉害的，拄啊开始啊，毋是上厉害，毋是上贤的。啊，因的同胞呢，一定有比伊搁较聪明、搁较有学问的人。因的同胞可能甲伊安尼讲啊，但以理啊，毋是啦，你毋是叫但以理啊，你叫啥物名？比迪沙撒对无？迄个新的名啦。我甲你讲吼。恁四个安尼，恁四个爱好好听话啦，吼！啊，你是我的同胞，我甲你安尼苦劝，吼！咱就乖乖啊听话，对无？吼，用遮个方法来，咱就会当活的，吼！啊，伊佫讲啥物咧？伊佫讲我甲你分享一寡秘诀，吼，互你以后咧伫巴比伦咧会当好好啊住，好好啊享受，啥物秘诀咧？来，你来看，你看，这是我的秘诀咯。安怎伫巴比伦会当趁钱好业咧？吼，啊，伫巴比伦爱学遮尔侪物件，要安怎伫短的时间就甲伊看了，就甲伊学起来，就甲伊背起来咧？吼，啊我遮有2本册，你摕倒去看。吼，啊，你莫讲我无甲你照顾，咱同胞对无？吼，咱做伙伫巴比伦来食好、穿好。对无？用好，安尼毋是足好，因为咱的国家已经无去啊嘛，咱的上帝已经死啊。这敢是咱平常时的方法？咱拄着代志的时阵，是看即款册，还是看甲上帝的话有关系的册？伊的同胞甲伊讲哦。伫巴比伦吼，讲话爱安怎讲？话水会跟动，要安怎咧？你即摆若袂晓，我甲你报这2本册，你若学了，你就有影响力。吼，你以后甲巴比伦王甲你建议，伊拢会听。吼，遮讲啥物？互人为听你讲话到听你的话，哇，都需要的对无？吼，大家拢有做需要的嘛，是吗？咱会去看即款册呢？平常时可能会去看即款册，因为咱要想讲要安怎，伫世界过较好嘛。吼，啊，佫会看即款册，啊，我甲你讲吼，但以理，啊，毋是啦，是贝迪沙撒，吼，你的新名嘿，新的名。伫巴比伦外口足侪国家，逐工拢想要来拍伊，毋知啥物时阵巴比伦会灭亡。吼，但是咱一定爱坚持一件代志，就是无论啥物国家来统治咱拢爱安怎？咱拢爱活的。而且安怎活甲安怎？活甲有钱、有势、有权，安尼才是重要。所以咱来分，咱来研究讲哦，世界安怎变化，对无？哦，你一定爱知，吼，啊，若是战争的时阵呢，我甲你报一本，吼，《战场行动守则》，要安怎活的上重要。但是咱拢知影，但以理甲伊的3个朋友，
因想的代志，毋是活的。因想的代志是，我要活伫上帝的国内底。但是伫遮尔啊大的压力内底，要安怎活伫上帝国内底？因想要做的，就是即句话，咱做伙来读。着尽力保守你的心，因为心是生命的根源。迄是真言第4章。着尽力保守你的心，因为心是生命的根源。你甲我改名，叫我学物件，好，我拢学，拢无要紧。但是我要保守我的心，要安怎保守咧？就是我无要食你的好物。即摆毋是咧讲啊，有人会安尼讲哦，啊，看这陈医师哦，你就知影吼，你若无健康哦，你就爱食菜甲啉茶啦，吼。但是今仔日毋是要讲这啦，重要的毋是菜甲水啦，重要是啥物咧？是迄个物件对倒位来。迄个物件你食的时阵，你咧想啥？其他以色列人咧食王的好物的时阵咧想啥？啊，这是王予我的，一定都看重我的，对无？我若乖乖，以后王会叫我去做啥物重要的代志啊，对无？吼，咱拢知影嘛，食人的，就是会对人走啊。啊是安尼讲，你若互人请的时阵，莫有人，阮妈妈甲我安尼讲哦，有人请有人叫你去食饭，莫戆就去食哦。有时阵叫人卖去，你都毋知哦，对无？免钱的上贵啊，这就是免钱的啊。巴比伦王知影讲，我互你食遮尔啊好的物件，互你用遮尔啊好的物件，你若用落去，你若食落去，你就是我的，你就我的啦。但以理讲，我要保守我的心，我要做上帝的子民，我无要做你的子民。我是叫你掠来的，但是我毋是你的子民，我是上帝的子民。但以你选择伫食即件代志顶头，我无要食你的物件。但是是虾米款的信用，互伊敢安尼做咧？边仔的人应该拢足着惊的，对无？啊，你若敢安尼做，你是要害人晓？要害着咱哦，要害着阮哦！你要叫人杀你去哦，要害着咱吼。因为这是伫但以理书第2章20节，但以理头壳在想的物件，就是即句话：愿上帝的名得到称赞，世世代代无穷尽，伊专治专灵。这是伊头壳在想的。所以伊看巴比伦王无啊。伊知影上帝是专治专灵，伊知影巴比伦无啥，咱敢会当安尼？我承认我毋是永远拢安尼。我承认我知影讲有诶别个人较巧，我就对伊诶做法；别个人较咬，我就对伊诶方法。无讲逐项代志拢是对上帝的方法，毋知你是毋是甲我共款？所以，但以你头壳想的即件代志，伊都甲家己完全军队主，完全军队耶和华上帝，毋是敢若完全军队尔。伊阁安怎？伊阁有温柔。伫今仔日读的但以理书第1章内底有讲，
伊无要食王的好米对无？伊要食菜甲白水。伊是安怎成功会当食菜甲白水咧？伊是甲人话讲，我就是无要食你的物件啦。敢是安尼？毋是哦，伊是用温柔、甲谦卑、甲礼貌讲，你会当互我试看觅无？上帝就互遐个管但以理的人，就上帝互因会当互但以理食菜甲水。伫圣经内底用温柔、谦卑甲礼貌，伫宣扬主的名的人，毋是干但以理尔。伫出埃及记，希伯来散步啦，有2个散步有无？伊对埃及王讲，希伯来妇人人，甲埃及的妇人人无共款，因为埃及王叫散步爱杀死所有的查甫囡仔，对无？这散步就讲，希伯来的妇人人甲埃及的妇人人无共款，希伯来的妇人人较勇。散步还未到，因就生啊！迄是温柔，迄是有礼貌，迄是谦卑。伫使徒圣经内底，使徒行传内底，彼得甲约翰嘛讲，当有人甲因辩论的时阵，因讲要听恁的才对，还是听上帝的才对？恁伫上帝面头前家己判断。要听恁的才对，还是听上帝的才对？恁伫上帝面头前家己判断。因无甲因安尼，甲因用吵的、用骂、用闹的，无，就是温柔、谦卑、甲礼貌。遮个人拢是为着顺服上帝的命令，伫当时要来违反一寡规矩，还是法律，还是上帝互因有礼貌、有温柔，甲遮个外邦人证明上帝的名，奉上帝的名得到荣耀，毋是因家己，是奉上帝的名得到荣耀。所以这但以理甲3个朋友，伊无甲人骂，无甲人威胁。也无讲我要自杀，也是安怎？你互我食物件，我就要自杀，拢毋是安尼讲。因著是学物件，学足熬的，考试嘛，考足好的，做代志嘛，拢做甲诚好。上帝就互因会当受到安尼好的款待。上尾拄则咱读到第1章的第19节到20节，王甲因面谈，发现其他的人无一个甲因4个会比的，就互因4个来侍候伊。王个阁甲因问有关智慧甲见识的代志，就知影因4个人比全国的术士甲行法术的阁高10倍，这是拄仔咱读的。所以即个王伫第2章咧，就讲一句话王对但以理讲：“恁的上帝真正是万神的神，万主的主，是奥秘的启示者。”讲即句话的人是啥物人？是世界上进步的国家的国王讲即款话。伊讲即句话，就是承认讲我遮啥物拢有。但是我欠一项，就是恁的上帝。我啥物拢有，但是我无上帝。后来有另外一个巴比伦王，嘛对但以理讲即句话：听讲你有至圣神明的神，有洞察力、甲聪明，阁有智慧。这嘛是巴比伦王讲的哦。
拄则咱有讲巴比伦是一个伟大进步的国家，啥物拢有，但是伊无上帝住伫咧内底。即句话就证明讲，连巴比伦王因拢会兴盛的代志，啥物咧？就是你有智性、神明的神，有聪明，阁有智慧。伊边仔毋是足侪牛人，甲拢戆戆，嘛毋是啊。但是伊无上帝来的智慧。咱若要去引别外口的人来教会，咱会去传福音。但是咱传的福音的时阵有时阵拢无信心啦。像讲爱办一下活动啊，爱摸彩，爱有人有奖品，人才会来。但是若是外口的人拢有看到即句话，讲啥物？哇！听讲你的教会有智性、神明的神啊，有聪明，阁有智慧。当咱拄着足个代志，像即马 COVID-19 这疫情的时阵，外口的人是安怎看基督徒的表现？是看到讲基督徒处理代志嘛是甲咱共款，是足厉害，但是甲咱共款，也是讲遮个基督徒有智性、神明的神，阁有智慧。所以我想要甲大家做伙来勉励。我甲迄个理来乌掉，变一个空格，即个所在要放啥物人的名的，就是你的名。咱做伙来读即句话哦，但是迄读中间遐个空格的时阵，爱读你的名哦。准备好啊吗？换做你的名来读哦。准备好，咱就来。听讲杨伟成有智性、神明的神，有洞察力、甲聪明，阁有智慧。大家拢毋敢读吼，是毋是甲我共款讲？我敢有安尼？我敢真正有智性、神明，无啥敢读哦。咱个读一届好无？这是互相来勉励啦，因为咱是已经顶头生的基督徒。咱是住伫咧上帝国的内底，咱是出黑暗入光明的种族，咱就应该倚靠上帝来成即件代志。咱搁读一届好无？听讲杨伟成有智性、神明的神，有洞察力、甲聪明，阁有智慧。你敢有希望你的亲戚朋友有一天甲你讲即句话？你的同事、你的朋友、你的同学，还是即个社区的人，甲你讲哇，听讲上帝亲身会吸引遮个人来到教会。咱嘛做伙为着教会来祈祷，因为内底的基督徒若是拢安尼，人就会讲即句话。听讲关渡教会有智性、神明的神，讲有洞察力、甲聪明，阁有智慧，因都会来。这要荣耀上帝的名，上帝亲身会带因来。咱做伙来勉励，咱来做伙为着教会来祈祷，咱做伙压头祈祷。亲爱的主上帝，阮逐工拢敢若住伫咧巴比伦，但是主啊，愿你帮助我，我的心要踮伫咧上帝的国内底。主啊，求你每一工拢启示我，拢教训我，讲我是啥物身份。是啥物人带我出黑暗入光明？
我后一届领圣餐的时阵，我会当纪念讲主啊，主耶稣，你为我死，就是你听我，你要领我出黑暗，入光明，住伫咧上帝的国内底。主啊，愿你帮助我，你的价值观一直伫我的心内。主啊，愿我甲其他关道教会会同工做伙来建造你的教会，做伙来迎战你的国会当降临。伫关道教会，你的旨意伫正；伫关道教会，敢若亲像伫天里。感谢祈祷，奉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请来用信息第630首，愿主旨意伫正伫地。信息第630首，愿主旨意伫正伫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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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2遍，请起立来用全首。愿主旨意伫正伫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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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主旨意伫正伫地。愿主旨意伫正伫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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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主旨意伫正伫地。请坐。今仔日来奉献，回应上帝的恩典，请做好甲玉芬执事，带领咱来奉献。请起来用奉献的诗。三甲来读今仔日的经句，伫但以理书第5章14节，做伙来读台语2遍，华语1遍。听讲你有至圣神明的神，有洞察力加聪明，阁有智慧。以理书第5章14节，听讲你有至圣神明的神，有洞察力加聪明，阁有智慧。但以理书第5章14节，
我听说你里头有神的灵，心中光明，又有聪明和美好的智慧。但以理书5章14节。今仔日来报告，请掀开周报的第3面，听我来报告。本礼拜三，查经基督会，查经是贵牧师主理，基督会是水泉长老主理。欢迎兄弟踊跃出席参加，做伙用基督建造合意的教会。本会伫8月10举行圣礼典，要接受心灵洗礼、更新礼甲小儿洗礼的兄弟，向贵牧师报名，安排无导班的课程。方的报告若是有处理的，请会计来登记。事项的报告，下周主理基督会是小组执事，华裔甲台裔的司会是水泉长老，华裔的司卿是学珍姐妹，台裔的司卿是婉璇姐妹，虽然是小组执事甲玉芬执事，教台是惠美甲叶玉琴姐妹。其他的奉献，其他的事项，请家己来看。请牧师来补充报告甲介绍。兄弟大平安。伫遮来做一寡事项的报告。咱请咱的书会的同工吼，请咱书会的同工会记哩，迄个奉献了，爱叫请人请坐啦吼，无逐个徛咧要创啥吼，逐个注意一下吼。即个奉献了，请咱书会的同工会记哩，遮请逐个坐落来吼。好，伫遮有几样代志吼，要来做报告吼。第一就是讲，咱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确实咱教会出席的人有较减少啦吼。当然有诶是因为较惊讲来教会会去有啥物款的代志发生吼。牧师伫遮甲咱讲吼，来教会绝对袂发生代志啦吼。这是我心内一寡感想啦吼。咱有真侪兄弟姊妹甘愿吼，去外地佚佗，去外口食饭，吼，伫迄个群聚的中间，吼，因毋惊讲会确诊染疫，但是因会惊讲来到伫教会，逐个拢戴喙安，吼，这到底是甚物款的情形会较容易确诊吼？这互咱逐个去思考啦吼。敬拜上帝，我相信上帝特别来甲咱施恩赐福啊！吼，咱免去惊讲来到教会来到教会确诊吼，这听到的情形足少的啦吼。咱来去看，咱的教会吼，有去到教会确诊的人，其实是足少的。反倒是讲去外面佚佗，去外面食饭，伫遐确诊的较侪啦吼。所以来教会绝对是袂确诊啦吼。伫遮来甲咱兄弟姊妹鼓励啦吼。好，咱即日到伫咱台岛的事项的部分吼，咱今日要台岛的家庭是顺利甲小组结束吼。特别伫遮替卫庭来台岛，拜五伊有确诊，拜五有确诊吼。所以伊嘛是小组的小弟嘛确诊啦吼，小组的小弟嘛有确诊吼。伊足惊讲去喂着伊的亲人吼，为着爸爸吼，也是讲伫因做伙大的遮亲人吼。其实通常伫家庭的中间，一个人确诊拢较容易吼，特别讲厝里佫有细囝吼，这咱求上帝特别保守吼，互伟明甲即个雨凡吼，伊的囡仔吼，拢伫即中间身体拢会当得到真好的即个照顾吼。第二，咱有几位的兄弟吼出国吼，咱谢团长老伊甲美燕伫拜五吼，拜五有去美国吼，要去3礼拜的时间
要去看伊的节制吼，求上帝保守因，拢会伫迄个所在拢平安。另外宋恩是今日去到伫美国准备咧伫美国读册要读研究所求上帝保守带领宋恩伫美国即个求学的过程拢一切拢顺利。好，咱继续嘛是为着玉清姐来祈祷玉清姐伊望讲食药了会通得到真好的控制望迄个甲状腺迄个指数会通降低过来就是为着子恒子恒8月初4要住院8月初5开刀因为旧年发生车祸，伊的即个锁骨的所在有装即个钢即个钢架啦即马就是讲经过差不多一段时间，医生是感觉讲会通甲摕起来这虽然是一个简单的手术，但是也求上帝来保守甲看顾伊是伫8月初5要来做手术这是有关咱教会兄弟姊妹的一寡需要咱代祷的情形接续咱嘛是继续为着咱年底的选举来祈祷咱阁剩还有4个月的时间但是咱知影讲每一届若到选举的时阵拢会有一寡咱讲即个候选人甲候选人中间就会发乌函无就是讲互相攻击这其实毋是一个民主体制真健康的情形咱伫民主的过程中间，虽然大家拢会通有家己的想法甲看法但是较济是应该去讲出咱一个候选人应该有的政见较对毋是伫遐安尼彼此攻击检采这是求上帝来带领啦咱真无容易伫即个民主的国家内底望讲通过一个真健康的民主即款的方式来选出咱所意爱的遮个候选人求上帝来保守第二项，咱有缘嘛是为着疫情来祈祷求上帝来带领，互咱伫即个疫情的中间咱的心拢通平安啦拄则咱的神学师用讲咱的上帝国是伫倒位咱若是踮伫上帝国内面的时阵，检采咱虽然外面有真侪即款的艰难真侪遮的困境但是咱知影讲伫上帝内底是一个安稳的一个安稳的心求上帝来继续带领咱伫台湾的疫情第三，咱有缘嘛是继续为着咱福音中心的设立来祈祷我有讲过这无迄个时间性毋是讲真赶紧就要去设置福音中心较要紧是讲咱有一寡毋管是软体也是即个硬体部分，拢会通矫正的时阵咱才行远到伫迄个应该去设立福音中心的即个即个骹步啦咱毋是赶紧去做即个代志咱是伫共同祈祷的过程中间，咱敲找对上帝来一个共同的意向福音中心咱嘛毋是讲一摆就是要做足侪代志的咱一遍就是通做一项代志做一项代志就好这其实就是嘛是通过今日神学生伊伫分享的中间咱知影讲咱的心系伫什么所在的时阵咱就学习耶稣的款式因为耶稣互咱爱学习伊的款式，就是有怜悯的心福音中心的设立其实就是讲出对咱看见即个社区有侪需要帮助的人迄款怜悯的心咱来去做即个事工咱毋是因为要做一个事工较去推动即个事工咱是有看到即个社区的人因真正是有需要帮助的所在咱去做即个事工所以咱继续为着咱会通伫即个社区设立即个福音中心来代祷咱这时阵就三角起立
咱大省为着顺利即个少主即事因的家庭特别为着话庭较紧来代祷其他拄则有讲的，拢请咱伫祈祷中间三体祈祷，互咱起立来为着这代志祈祷。上帝本地的人性，看到万地的人性，得万罪啊，万事在心，需要的我从大德听祈祷的上帝，阮感谢你，因为我每一摆组织来到伫你面前，阮彼此代祷的时阵，主你要听阮对你的恳求，主阮特别为着顺利甲少主即事即个家庭来祈祷，也伫昨日有听见话庭确诊的消息，主恳求你来医治话庭。互伊伫确诊了后，伊会通赶紧来恢复伊的身体健康，也求你帮助，互这个家庭无因为话庭确诊，去影响到其他的人。求你保守每一个人，拢有上帝你的同在，你的平安甲因三个伫地。阮特别也为着这个家庭，也有侪人也未来信耶稣。恳求主你顺利任命的手伫因的身上，也互因会通经验主的同在，主你的带领，主互因会通伫信靠耶稣的内面，得到完全的平安甲福气。主阮特别也为着谢全长老甲美燕。因全家来祈祷，伫昨日也去到伫美国的所在去探亲，上帝你保守因一切行程拢会通顺利，也为着宋恩伫今日去到伫美国来读研究所祈祷，求你也赐予伊有智慧，伫迄所在有真好的学习，也伫迄个所在也会通真紧来适应伫迄个学习的环境。主阮也特别继续为着玉心姐伊身体的软症来祈祷，求你通过医生的药物来帮助伊，来将一切的指数降低，通互伊恢复健康。也为着志恒伫8月初5要开刀将伊所具的杠钉来摕出来，求主互这手术一切拢通顺利，拢会通平安。主阮也为着伫年底，阮台湾有祝贺伊的选举祈祷，求主通过这个民主化的过程，互阮知影选举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也是伊义务，帮助阮，互阮清楚知影阮着要有智慧来选出一个适合的人选，通好带领阮头前的路站。主啊，恳求你
也施温伫阮台湾即个所在。因为阮知影，虽然疫情有较和缓，但是犹顾阮有侪人也真惊吓的心伫咧面对疫情。主恳求你，互阮会通清楚知影，当阮若是会通照政府的指示安尼来行的时阵，阮就拢无有惊吓，也保守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互因无论是伫工作的所在、伫个家庭，也是伫生活的中间，拢会通得到上帝你的固守，也互因愿意用欢喜的心继续参与伫每一个主日的礼拜中间，因为阮知影通过阮的组织敬拜，主你要将搁较侪的恩典甲福气施落伫阮的中间。主，阮也特别爱为着阮的异象，就是福音中心的设立来祈祷。主，阮恳求你，互阮的兄弟姊妹会通共同为着这样事来祈祷。主，阮知影，阮实在是真欠缺，也是真软正。有时阵，阮的信心无够也。阮恳求你，互阮通过祈祷会通坚固信心，通过祈祷会通互所有兄弟所看见的异象是同款的，是同一个。也通过祈祷，阮会通勇敢壮胆去踏出去，也通互主你的福音通过这个福音中心来得到搁较侪的灵魂，拢通归属伫基督内面。主，阮为着这个事摆咧伫你面前，恳求你来听阮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请坐。咱简单坐上尾一首圣诗吼，这首车肯的诗，因为是爱有一个带领的人吼来带领吼，所以较等者我会带领了，带领头前的一句话了，咱才进入到伫这个诗歌的内底吼。好，多谢。用信息祝福诗歌第403首主摕车肯话，请大家起立来吟。吟诗煞，请贵牧师祝祷。主车肯我，主车我，主车肯我，耶稣主你车肯，主引带我。充满我，主充满我，信心的力充满我，要出去，我要出去，奉主性命打出去。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信心的伤痛甲感动，甲恁众人常常三角伫地，对这事直到主国来，阿门。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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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阿门。请坐，灭道必回。